向新搞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带起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昨昏，咱的运动部正式挂牌成立。也头一任的部长是今年才30岁奥运金牌选手李勇。总统赖清德、行政长杜永泰拢有到场。李勇表示，伊头一个任务，希望要来推动全民做伙运动。特任李阳为运动部部长，请院长颁授任命令。对行政院长杜永泰出来接过运动部长的任命甲印信，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30岁李勇正式上任。身为一位运动员，我热爱挑战，也喜欢和团队一起赢得胜利。接下来的每一步，我都会秉持运动精神，用行动和大家一起打造台湾运动新的里程碑。特别让体会运动员的心声，也清楚台湾运动发展的各种挑战。李勇强调，以后运动部工作的6个方向。总统赖清德致辞时阵讲，李勇已经做好准备。行政院长杜永泰讲，李勇是这届金4系的金牌部长。我本人还有卓院长率领的行政团队，一定鼎力支持李阳部长。万事起头难，再难都没有得奥运金牌这么难。而且他还可以得2次。李勇做行入去会场进前就淡薄紧张，但若拄到有人甲伊致意，拢笑面的行礼回应。伫接受访问时阵是较轻松，也再一遍强调，这么第一个案做就是做到全民运动。我真的非常希望说，全民真的有运动的习惯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打篮球，很喜欢打桌球。那我觉得包含我自己，不只有羽球有趣而已。我觉得每一项运动都有它有趣的地方。伊讲家己做模范，超时间做运动。伊自小学到高中拢是体育班，会甲教育部讨论安怎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毕竟我当时在参加体育班的时候，确实有遇到相当类似的案例，但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再跟教育部这边好好去进行沟通。运动部正式编排成立，明年度的预算编到248亿。李勇讲，每一仙钱拢是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用在上适合的所在，伊会特别注意。因若到时爱去立法院备询，伊讲伊也无经验，会向处长请教。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卫福部的疾管署、健保署伫昨昏嘛举办交接典礼。部长赵宗良表示，咱台湾的健保已经实施30年啊，所以要来推动改革。也若新的疾管署长是罗一军，伊嘛是头一个防疫医生出身的疾管署长。伊希望为台湾培养更较侪防疫人才。交接应信。伫卫福部长赵宗良的见证之下，原地疾管署署长曾金祥甲印信交予新的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赵宗良致辞的时阵讲，罗一军今年47岁，学经历拢真出色，是头一个防疫医师出身的疾管署署长。新冠疫情的期间，罗一军伫咧记者会负责说明重要的防疫政策，挽回不实的信息，化解社会疑虑，有真好沟通的能力。相信未来一定会精进防疫的工作，卖培育更加侪防疫的人才。先后投入国内大小的疫情，包含 H7N9，包含狂犬病等等，10年磨一剑。那么今天这个升任为署长，我想是实至名归。我这个任内，我希望能够做到，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禁用跟留住更多的防疫人才。交接应信。另外，健保署嘛举行新任署长交接报答典礼。由现任健保署副署长陈良武升起来，伊讲上任了后会持续推动慢性病防治计划、癌症论治计算费用的方案，扩大偏向医疗，推动医疗甲长照、技术等等各项的业务。癌症连续43年是国人的第1大死因，未来的健保署将持续推动健康台湾的癌症奔月计划。卫福部采购早起连续举办2场署长交接的典礼。赵宗良强调讲，台湾健保已经实施30年，未来嘛会推动改革，尤其面对少子化甲高龄化，健保财务会多元性投入，而且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强化慢性病甲癌症的防治，持续推动健保数位转型，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侪风到好天。因若过到了后，伫西半部也有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咱同齐来看云图。
今日各地头大部分拢是侪份到好天的天气，一若过昼了后，伫西半部、东半部的山区是有机会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乡亲过昼了后有要出门，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爱记哩早雨满甲雨伞。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今日普遍拢有32度至34度。大台北、台南、高雄、屏东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嘛有针对5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包括双北、台南、屏东这些所在，高温的灯号拢是蓝仔色的，一若高雄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即马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天气若是愈热，甜的就愈有效。研究即马发现讲，气温若是对12度升悬到30度，安尼美国人因食的糖会对2公克增加到15公克，原因拢是爱啉甜的凉的。全世界气候暖化，即马热天是愈来愈热，就算有风也拢是小风，踮伫咧厝外实在是愈来愈挡袂牢。初步看伫咧自然气候变化期刊的研究发现，伫美国温度悬毋但是有着雪的风险，也互人不知不觉食搁较侪糖。全美国一年加食35.8万吨的糖。As the temperature goes higher, people tend to consume more added sugar, and the most rapid increase happens between the 12 and 30 centigrades。学者比对天气资料加消费习惯，追踪2004到2019年美国4万到6万户家庭的记录，发现温度若伫连续12到30度之间时阵，每增加1度，平均一个人一天就加食0.7公克的糖。0.7公克听起来敢若无多，不过一天炖起来，温度晚30度时阵，另外加食的就是2公克增加到15公克左右。会造成这种情形，上主要原因就是啉有糖的饮料。When weather or temperature gets higher, people tend to drink more. Habits of drinking which type of like beverage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culture to culture, background to background. 另外，天气热，收入较少的人食的糖是比收入较悬的人加几落倍，主要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含糖的饮料主要消费对象拢是锁定收入较低的人。另外就是较山区的地区水质无好，所以这种俗的饮料就正做代替品。过来就是厝内无装冷气，或者是长时间做体力的工作，所以常常会啉高糖的饮料止喙干。在气候暖化情形继续的时阵，美国人糖食的量恐惊会搁再增加，也造成健康的风险。公司新闻温芳仪编译。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央的统筹分配款的经济甲补助款的经济继续在摊销。台中市长罗秀燕伫今仔日会招拿白甲无党籍执政的这县市首长到台北同齐开记者会，要呼吁赶紧解决这个经济公平公开来分配。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南韩的现代汽车伫美国乔治亚州的电池工厂，和美国的移民单位大动作去敲，嘛抓到300外个涉嫌伫美国非法做临时工的韩国人。这件代志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目前有几若间韩国企业已经暂停22项伫美国建厂的计划啊。来看自由时报。尼泊尔政府封锁社群媒体，加上因这个所国家长期污染文化，即马是引起当地少年家不满，行上街头抗议嘛引起冲突，警方有断死19个，造成19个抗议者死亡。因为因的首都即马是乱糟糟，因的总理已经随宣布请辞落台，即马连总统嘛已经落台。不过民怨哪亲像未收煞的，不满政府的政策继续咧清悬。即摆就甲镜头来去尼泊尔，尼泊尔是因为政府甲一寡网络的社群平台封锁起来，上万的少年家因为不满行上街头抗议，嘛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在赶走抗议民众的过程中，有造成上无19个人死亡，上100人受伤。这抗议是互因的内政部长、尼泊尔总理连总统即摆拢已经落台，政府嘛赶紧取消社群媒体禁令，要来按打民众。
上千上万的少年人冲向国会大道，甲铁网塞倒，要爬墙入去限制区。顶部警察赶紧向后壁退。伫咧路的真侪所在，大火救护车来回救人。国家创伤中心外口有真侪着急的家属伫咧等待。关火站也排甲路长，病院讲受伤的人大部分拢是头甲胸坎着穿，有一寡是送手术房加护病房。चेस्टमा इन्जुरी छ, टाउकोमा इन्जुरी छ, हात खुट्टाहरू इन्जुरी छ। अहिले 5जना माथि 2जना ओटीमा गइरहेछ, 3जना आइसीयूमा छ।尼泊尔政府以无登记平台做理由，封锁 Facebook、YouTube 甲 X 等26个社群。示威者认为这是限制言论、打击网络生活的世代清算。政府先禁止社群，搁再互贪腐，必讲因爱上街头示威。They want to control us just like a dictator.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from these politicians. I am just fed up just like the others. So we are against this movement and to bring a new Nepal for our good and youth people. 伫咧外界批评政府过度使用武力，内政部长莱卡伫喜合的内阁会议宣布请辞负责。病院内面受伤人讲到迄当阵的情形，有人讲迄当阵只是坐伫咧天桥骹，就好清洁声着。即日警方瞄准脚头虎以上，抑个使用适当的比例原则。उभिरहेको बेलामा यहाँबाट गोली स्वाट्टका रबर गोली रियल मेटलिक गोली यहाँ गएर मेरो मासमा गोली उठेछ अरे अपरेसन गर्नुपर्ने हुन्छ अरे अब त्यही हो शान्तिपूर्ण आन्दोलनलाई गयो सरकारले दमन गरे मलाई这场互人讲这是历世代运动的示威，因为诉求已经超过社群解放，进一步到体制性贪腐加世代之间的无公平。国际上包括联合国家人权组织也要求尼泊尔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也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马布下病症，有一个23岁乌克兰的女性伫8月份的时坐轻铁，尾也互抬死。美国总统川普初八就谴责这件暴力事件，嘛批评讲民主党管理的城市来管甲执行的，强调派国民兵去遐的必要性。因若这件事件、规件事件嘛已经愈来愈政治化。穿伽马色外套的男性是抬死乌克兰女性的34岁嫌犯布隆。根据北卡州夏洛特捷运公司公布的监视器画面，穿黑色的衫、戴棒球帽的女性是23岁扎罗祖卡，原地列车真平静。不过布隆雄雄提出一张凹的刀啊，向扎罗祖卡一直堵，造成伊不幸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布隆有真侪届犯罪记录，也方诊断出得到视觉失调症。目前检方以及谋杀罪起诉布隆。扎罗祖卡伫2022年对亲人搬去美国来闪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想要到煞伫他乡互人堵死。这个事件一开始并无引起上大的关注，一直到监视器画面伫顶礼拜公布，引发各界的议论。这个州主政的是民主党，也正做右派甲共和党批评的目标。运输部长达圭发文批评夏洛特的市长赖尼斯用避免甲游民甲精神病人妖魔化的理由，嚣讲要甲谋杀案按下。美国总统川普初八伫宗教自由委员会听证会也全力攻击这件代志。A lunatic just got up and started. It's right on the tape. Not really watchable because it's so horrible, but just viciously stabbed. She's just sitting there. 川普也发文讲，民主党的人不爱甲歹人抓起来，也表示全美国拢需要法律甲律师。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now. I spend so much of our time, Tom Holman and the people that have worked on this so hard. You know, Kristi Noem, all of them, they've worked on it so hard. It's like an unforced error. And to allow people into a country who are truly, there are evil people. 部分右派的保守人士甲言论讨论的方向，朝向黑人白人的种族议题。因那外界分析，川普执政团队想要摕这桩命案强化支持派国民兵进驻芝加哥，顶顶民主党主政的城市，来甲民主党的政治声势压落底。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继续关心国际人道救援船对西班牙要去加沙经过突尼西亚海峡的时，去互无人机攻击，加在船顶的人员拢平安。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即马已经警告加沙人要赶紧离开，因为伊讲以色列的部队准备要进入加沙去进行军事行动。
恬静的暗暝，在空中熊熊出现火球，一粒炸弹就直接拍着船，刷落来就请教演。船顶的人员是大声喊救人，加强20只由44个国家代表组成的全球鉴定军队，在人道救援的物资，在8月底对西班牙的东部港口出发，按算9月中到加沙。那这只主力船刷伫初9的透早，经过突尼西亚海峡的时，受无人机的攻击。加沙船顶6位人员全部平安。We are having, unfortunately, to tell the world that once again, a mission full of humanitarian aid, full of medicine, full of food for children that are being starved in Gaza has been attacked, has been temporarily stopped. 在伫全球鉴定军队受到攻击了后无偌久，数十人聚集伫军队停靠的港口附近，下巴勒斯坦的旗仔，并且大声喊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不过，突尼西亚的国民警卫队讲，受无人机攻击的报道是完全无根据，而且初步调查显示，报载是来自船的本身。听到这款的讲法，军队马上公布受攻击的画面。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初8警告加沙的民众赶紧离开，也宣布讲以色列的空军已经毁掉50搭甲恐怖主义有关系的大楼，接下来要攻占哈马斯的据点加沙市，对加沙的地面军事行动特别展开。עכשיו כל זה רק מבוא, רק ספתח לפעולה העצימה העיקרית, וזה תמרון קרקעי של כוחותינו שמתארגנים עכשיו ומתכנסים לתוך העיר עזה. ולכן אני אומר לתושבי עזה, אני מנצל את ההזדמנות הזאת ותקשיבו לי טוב, ראו הוזהרתם, צאו משם. 那真侪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公开表明对加沙的进攻计划，除了纳坦雅胡想要借这依靠伊家己的政治利益以外，无任何的战略目的，而且伫道德上是唔对的，对人质、人民甲军人来讲，干那危害。因为安尼，因无爱做兵，无愿意加入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耶路撒冷发生枪击案，造成6个人死亡。哈马斯下边的武装团体即马已经对外讲，这是因做的。以色列军方虽宣布要对人伫卡达首都的哈马斯头人领袖来进行暗杀，这嘛是以色列头家要对卡达的首都发动攻击。即马英国、法国、德国拢对以色列发表谴责。继续关心欧洲国家积极咧推动，和乌克兰的战争赶紧结束。英国波兰的总统已经警告讲，罗西亚总统普丁恐惊已经准备好讲要入侵别个国家。为着因应罗西亚和白罗斯打算伫这个月要进行联合军演，波兰嘛宣布要甲和白罗斯的边界先关起来。来关心韩国有10个座机场的劳工，因有做全国机场劳工联合会。联合会已经对外宣布，对这个月19开始，因要罢工。因要求航空公司爱赶紧补人，爱改善劳动条件，互因加一寡薪水甲福利。这届罢工按算有超过60%的劳工拢会参加，而且要做一届对即马罢工到中秋，恐惊会大影响航班的运作。来关心，咱总统赖清德最近接受专访的时，伊表示，台美关税谈判即马已经在等最后的综合性会议，希望赶紧讲个好势，关税嘛唔好搁抬起，唔是搁抬起的。赖总统嘛承认讲，咱台湾谈判策略内底有包含阿拉斯加的投资。台美关税谈判继续咧进行，上尾税率也未定好势。总统赖清德进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的谈判策略包含投资阿拉斯加，是因为能源的路线较接近，也较安全。这项投资计先早就咧按算，伫6月，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就要到阿拉斯加考察。总统府的潘孟安秘书长也有到国外去参加了相关的论坛，这一部分都有公开跟媒体朋友们还有跟国人来进行相关的报告。总统赖清德除了证实台湾投资阿拉斯加是谈判的策略，佮强调台积电对美国投资是伫关税谈判进程就超好势。台美关税谈判已经签上好技术性的协议，目前等综合性会议。也向美国提出希望会当赶紧完成谈判，袂阁加关税。根据经济部统计，台湾有买一半的电力是外靠天然气发电。
越南燃料来源是爱进口，去年澳洲占共每38%，卡达25.3%，美国9.8%，马来西亚4.9%。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近发布报告提醒，台湾当年对卡达进口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双方各签27年的合约，但是卡达遭受到中国影响，若是供应断去，台湾可能就要选到底是要维持家庭甲便宜用电，还是保障半导体产业运作。政府会持续去分散这个气源的来源国，同时增加这些形势比较稳定的区域的来源，来进一步稳定国内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从这个阿拉斯加直接拉管线到台湾来，那数千公里的这个管线要怎么样去进行营运跟维护？然后维护的费用也很高，你的管线就算是从海底过来，那也有可能遭到破坏。能源署是强调，对卡达进口天然气的占比已经对2013年的49%降到去年的25%。政府会继续分散来源国占比，进一步稳定国内天然气的供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几天各界焦点，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交保了后，伊昨昏去法院出庭，将台北市道委会的委员齐国成冒告庭作证。也那郭文哲又批评总统赖清德互国家试线，总统府是回应强调讲，攻击元首挖恶司法，对事实无帮助。交保了，记当天搁再转去法院，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封起诉的金华社等等案件透早开庭审理。会担心检方抗告吗？切到开庭的重点，共款是客本证人。到庭作证的前台北市道委会委员齐国成，捌伫前早当中讲，大会通过决议，担任主席的彭真生会当家己决定，委员只是倒挂保证。这个出庭说明，某一种程度是主席决定，不过诉当时有问大家敢有意见，无人表示反对。那郭文哲敢若简单表示，证人讲，若准定来一届，伊无爱搁做道委会委员，这句话互伊感触真深。北检这几个检察官的脸已经被打到都肿起来了，结果他们竟然还有那个脸面说，他们已经善尽了举证责任，说他们要提抗告，结果呢？结果抗告的理由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啊，不知道。郭文哲找被告报了后，这个检方侦办根本查袂到违法，也互北检发声明，肯定是颠倒是非，也赶紧控告。民众党也搁批评检方是咧练笑话，不过郭文哲唔拿讲重话批评检察官，又搁对总统赖清德有意见。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4分5裂？赖清德红点名讲，伊和台湾嘴高高袂团结。总统府重新强调，无评论司法个案，不过也无接受唔是事实的作恶。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任何人只要涉犯了法律，不论党派、不论何人、不论身份，我们都支持检调，要依法来厘清事实，也能够依法就办。郭文哲防指控的金华社案甲政治现金案，拜四搁要开庭，民众党秘书长就如首等人拢会到庭作证，专案也未结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一包期进前的负责人张文智，因为违反证交法，被判刑30年5个月。因为无对伊进行电子监控，尾啊伊是坐桶啊，全选出去，即马走去中国。检方嘛查出来讲，伊和伊的朋友有演练过几若届逃亡的路线，所以检方即马嘛甲伊的朋友起诉。马洪带登去调查，包括麻，经济要犯郑文智违法炒作准托凭证，不法的得利有4亿外。伫官司定案进程已经有想要让港的想法，家己事先演练真侪摆模拟逃亡的路线。洪当破确定了后，靠三亲友的协助，成功占道出境。即马伫台湾的朋友拢获检方起诉。检察官依刑法藏匿人犯罪、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等协助重案人犯隐蔽、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恶性重大，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年8月。时间转来到今年的3月12日，郑文智接到宣判结果，迄天就随出发。下晡2点28，乘坐计程车对台北市信义区到新北市的石碇区。下晡3点10分，改坐接应的朋友的汽车。高平溪进前中国外假车牌，落尾伫3点43国外一台车对台二丙线驶去宜兰，计程工就坐船偷渡走去中国，专程故意设山路3摆换车来设断点。不过郑文智会当弃保占道，骗去专案的高院合议庭，嘛方质疑讲有疏失，才会互人走去。
就是这份裁定，互郑文智去年10月无阁受科技监控，合议庭阁互批评讲相关行政有疏失，互指控讲电话电话记录表中无做书面裁定，但是案件经过法评会调查，敢若甲受辩法官陈英雄移送职务法庭。伊当阵的审判长柯中义是交付司法院人审会。那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法评会的决议是蛮苍白的，当时是觉得是有点太轻了。其实检方也没有作为嘛，所以其实院检双方的这个配合是有一个状况的。两个人的定处结果即马还未出来，但是监察院嘛立案，有监委是自称调查两个法官，目前嘛差不多已经调查结束，调查报告刷落来就要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政府要甲博爱座改名号做优先式，会当坐的嘛对象嘛有身心障碍者，也是其他实际上真正有需要的人。交通部公布修正了后的办法，即马有统一多样，希望避免民众唔通阁为着这位的冤家路坐，各种稳固嘛爱伫年底进前全面换新。固定显示的博爱座，去互负责人提醒爱让位予长辈，学生囡仔徛徛让位，啊，搁互负责人指责到出问题，学生囡仔当场流目屎。博爱座前期常常听到，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了后，已经甲大众运输所设的博爱座改做优先式，适用对象已经包含有实际需求的人。交通部初9公布优先式统一都市，优先式中英文字样下骹包含高龄者、有身的负责人、行动不方便的、带细汉囡仔，啊，搁有其他实际需求的人5款都是。这个图示的部分大概是参考国际的 ISO 跟日本的 GIS 2个大的一个图标系统来做设计。这个部分呢，在国际上就叫做内部障碍者，也就是所谓的隐形需求者，也就是我们对应法规就是其他有需要者。交通部要求各大众运输业者爱伫年底前改换，若违反规定限期无改善的相关，会当罚甲5万。另外，考虑有需求的人可能会歹势，也是无法度甲其他人讲爱座位。即个嘛设计优先式需求大纸，提供予业者也是旅客家己下载使用。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即阵会进行制造甲换新，一定2个月完成全系统的改换，佫会加强人员广播提醒，配合月台、走马灯、海报，也甲各种宣传管道，强化民众理念精神甲同理心。我觉得会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像我们肚子痛或是不舒服，其实我们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如果有跟名称优先型，我觉得这样是算一个，我觉得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时代趋势。一开始也许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调整自己的观念，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开放这样的选项，让需要的人可以心里有安心的感觉去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很好。优先式新坐上路，代替表示新车的内部本来就是优先式2样，到年底前所有的列车拢会当改换完成。台湾高铁进前就甲博爱座的文字标示改换做优先式，配合交通部公告统一的都市，也会赶紧改换做新的都市。记者采访报道。卫福部有宣布讲，要继续办理伫重点科别培养公费医生，要来解决增卡欠医生的问题。也毋过这个措施公布了后，有引起医界不满。很多的偏乡地区正面临高龄化跟人口的这个外流啊，它会因为人口的关系不具经济规模，可是它仍然有医疗服务的需要，所以才需要有灯塔型医院的奖助计划啊。但是只有钱也没有用啊，你还要有人。好，所以要搭配起来一起规划，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公费医师的制度确实在短时间之内仍然有持续办理的需要。卫福部即个协定多间大学会当伫115项年度来招公费医生，其中清华、中山、中兴大学一间会当收30个。也毋过医师工会全联会批评即个政策是反起反倒，嘛认为讲医学生的专业应该回归咱国家久长来算的医疗人力的需求，嘛应该爱先做好专业评估，无应该干那看低期的。月底就是教师节，教师节要到啊！教育部即届是头一摆要来发放敬师礼券，1000块。啊，那教育部管的高中以下的公立、私立专任老师、代理老师拢总有，按算会发放24000个老师。
配合建设活动，激励教师士气，也甲提升教师工作绩效。教务部长陈英尧初八伫教育部内部会议确定，比照公务人员激励办法，发放1000块的敬事礼券。教育部所管辖的高中以下学校，公私立专任教师、代理教师适用，一共2400万经费，发予2.4万的老师。只是一个聊表我们对老师的一个谢意，因为老师们。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说，老师们，你们在第一线上所有的付出，我们都看见了。教育部头一届针对管辖的学校发放敬事礼，全教总予因肯定，毋过嘛提醒，毋通收回法务部管辖的矫正学校，也有国防部管辖的中正艺校。他面对的这些孩子，他当然是可能跟一般的一个学生来讲，他要负担的一些教学辅导各方面的压力会更大。今年各县市的敬事礼，六都的台北市甲新北市维持旧年2000块甲1000块礼券，桃园、台中甲高雄市600至1000块礼券，台南市为330条到600块礼券，其他县市也是以今年的2000块上济。宜兰县旧年是200块，今年是600块礼券；嘉义县市旧年是敬事卡，今年是礼券600块，差不多拢有增加。啊，毋过有基层教师是讲，更较希望教育部甲地方政府会当解决目前面临的困境。老师其实不太在意那个1000块，坦白讲，我比较在意的是教学环境的友善。全教总嘛指出，伫专属教师的日子，教育主管机关应该要有实际的政策，互应对教育专业的支持。啊，若面对校事会议这个乱象，更较应该负担责任，这才是互老师较大的支持。记者采访报道。今年顶半年，咱有超过62万台湾人走去越南佚佗。因过越南人来咱台湾旅游观光的，敢若21万外人，差要3倍。有学者即马就表示，这是因为咱台湾对越南的签证限制有较侪。嘛有业者是认为讲，咱台湾的消费有较贵，饭店嘛无俗，拢是原因。去年春节，因为旅行社的疏失，将旅客放伫咧富国岛，不过并无减少个人去越南旅游的兴致。今年顶半年，个人去越南旅游有62万外人，不过越南来台湾只敢若21万7千人。台北市旅行工会观察，疫情过后，越南快速发展观光，有风景、有议题建设，对一寡消费力较悬的中壮年以上旅游族群较有吸引力。不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成长无够多，力道还是稍显不足。希望呢，就是多给我们一点在地的地接旅行社多一点资源，或者是各县市政府能多提一些方便我们越南进来的一些行销方案。这么越南旅客来台湾就要团进团出，集体申请签证，大部分拢是5天4夜。留伫咧北部的较侪，有一寡会去中南部，不过拢无去华东。上爱是101西门町，也有草山看花。越南是东南亚第2大来台旅游的市场，越南的经济成长快速。企业奖励旅游风气十分的兴盛，锁定来台潜力的企业，包括台商来进行拜访跟推广。越南目前只有关红专案，它并没有免签，在整个签证的这种推动上面，我们还是有这个持续加强的一个空间。观光署长陈玉秀加地方政府代表，也有73位业者做台湾观光代表团，去越南的澳籍名区参加国际旅展，推销台湾的旅游。观光学者讲，这么越南政府全力伫咧发展观光，一直有新的景点，台湾伫这方面就要加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几年，咱台湾嘛正流行越式洗头。这款洗头模店，唔若替你洗头，唔若甲你洗头尔，佫会替人去掠零美容乌耳屎。因为亲像伫2023年，咱全台湾越式洗头新开的店头就超过60间。顶挂掀开，闻到一阵清芳的气味。这种特别调的洗头毛水，特别放10几种越南的草药啊，查某人客真喜意。这几年，台湾伫咧流行越南式的洗头毛，成长速度真紧。经济部统计，敢若是2023年，全台湾新立案的业者就65间，差不多5-6天就开一间。会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伊的服务真特别。人家伫洗头毛的时阵，也个人享受面部护理，也个规身躯的按摩俩零。台湾的洗头比较快速、比较潦草的感觉，在这边是因为还有搭配按摩啊，然后跟喷水设计，觉得很酷。伫这么台湾的越南式洗头毛店，大部分拢是越南籍嘅新住民开的。有一寡店甚至讲因装潢华丽，互人客头毛洗刷了，会当伫遮翕相拍卡。
不过，这道即马伫台湾的市场，自几多年前的黄金时期，到即马已经正竞争，所以就做一寡转型，叫做按摩、芳疗等其他服务。đưa một phần vào giống như là trị liệu để giúp cho khách hàng của mình được thoải mái hơn, bởi vì là thường là khách hàng thì đến với bọn em là đau tắc. 财政部2023年统计，伫国内美容美体业的销售额有到466亿。看到这么大的市场，和4个越南小水头门店一间线一间开，不过因为短时间内雄开这么多间店，市场供应伤过多，真多业者为了要吸引人客，互相伫咧抬价。而且服务的内容拢差不多，所以消费者会四过去试无同的店，变做一变性的消费模式。毋但是无法度培养老主顾，以后可能会拄到真具真正的蛋挞效应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北市环保局有一个清洁队员，伫去年7月份回收粪扫的时，伊看到一卡电锅好好，跩甲伊送互一个 Q 字纸的欧巴桑，毋过检方即马认定伊涉嫌贪污罪，该起诉。清洁队员当认真处理回收物，暗过就算回收物会当使用，清洁队员嘛袂使家己摕走。台北市去年7月26尾嘛，发生一个姓杨的清洁队员，看到随车清运的电锅，敢若会使使用，就摕转去家己车顶炸转厝，互人依照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非公用私有财罪起诉。查到出庭，姓杨的查甫人嘛已经承认。刚刚的部分是有跟法官承认这个过程吗？对。那后来也有把电锅拿回来。姓的查某人讲，电锅炸转厝了后，测试功能正常，就送予一个靠 Q 字纸生活的负责人使用。虽然电锅回收估计差不多32块，不过清洁队员是伫政府机关服务，搁执行公共事务，符合宪法对公务员身份的定义。姓的查某人行为属有甲公家回收物当作家己的，依法会当罚5年以上的徒刑，并扣3000万以下罚金。我们经过人评会，就是有记过处分。那政风室也有就是交由司法程序去处理这个情形。其实我们平常都会一直有宣导，为了这种几十块的东西被治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清洁队表示，姓的查甫人的行为嘛违反台北市环保局职工工作规则，已经记一支小过。不过姓的查甫人事后家己自首，搁缴回电锅，虽然予人起诉，不过检方建请法院会当减轻伊的刑责。记者采访报道。亚新就有一个62岁姓周的查甫人，伫去年10月份，伊摕别人的身份证去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去借发财金，叫服务人员发现讲这伊毋是本人。嫌犯表示，因为这张身份证是捡来的，即马伊嘛互判刑判4个月，会当改罚12万。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未少信众拢会想要来遮，甲土地公借发财金，希望求好运。不过，所有人偷用别人的身份，想要来借发财金。有一个62岁姓周的查甫人，去年10月摕一个姓杨的查甫人的身份证，资料写的去柜台，讲要借600块的发财金。不过，伊用别人的身份来借，当场去互庙方的人员看破卡手。所以我们那个小姐就说：“你不是本人，我们就没办法借给你。”爱多多如了要借的。后来刚好就是我们所有派出所的一个巡逻，他们都会来巡逻嘛。我呢，这个会计小姐就跟那个警人报告，那个警人就去了解，他警人感觉你这个是诈骗的。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讲白贼，讲是伊一个朋友姓杨，委托伊来借发财金，还佫乌白编一组手机的号码来填资料。不过庙方的人员比对资料，年岁甲相片拢差真济，手机的号码嘛卡袂通，所以无甲发财金借互伊，嘛有随报案。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是伫新店的一间网络咖啡店捡到这张身份证，摕来借发财金，嘛写假的资料。对啊，因为他不至于缺那个几百块钱吧？对啊，毕竟他是人家的身份证，就是一个很不诚实的行为。那不仅有害社会秩序，也造成被害人生活及心理上的困扰。所为实属不该，但法院考量到周然坦诚犯行。所以最后依伪造事文书罪判刑有期徒刑4个月。南投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伪造文书罪，一审判有期徒刑4个月，那一颗罚金是12万，全案也会当上诉。庙方提醒，虽然借发财金并无真严格的规定，不过若是涉及不法或者是偷用别人的资料，一定会报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伫高雄大树甲旗山交界山头，即马传出红乌白乌白吨废弃物
大约有2公斤宽，已经互乌甲光。市府是表示，这是旧案，进前业者就捌互罚钱嘛，捌甲送法院。今年6月份，搁再发现嘛依法上班。大树甲基山交界这片山崖4颗连灯拢是青翠的树啊，规粒山头都敢若迄搭所在路甲光，顶悬已经封蹲一大堆的土方，有诶若像是土角、砖仔角，有诶乌噜噜根本看袂出来是啥。民众讲，这搭土地顶几年有人偷倒废弃物，已经互法院判刑，土地嘛讲封起来啊。毋过即阵啊，煞搁看到沙石车出入，有听人讲顶悬的废土已经蹲真悬。沙石车顶悬拢在啥？我还在那乌网啊看的啊，公共在头啊。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污染到地下水啊，或者有没有不滑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危害到地方啊？红头倒废弃物的地大约2公顷宽，敢若一条出入的道路所在才压贴。民众讲可能是有听到风声，这几天已经无快车入口嘛扎起来禁止出入。市府表示这是旧案，水利局伫108年甲109年已经罚过2摆，1摆10万块，而且要送检调侦办，要求业者爱甲土地恢复原貌。今年6月发现情形无改善，而且佫继续蹲，除了裁罚地主限期改善以外，也移送检调侦办。环保局于109年5月配合侨检指挥查获，侨检于111年8月侦结起诉，行为人于112年12月完成污泥废弃物的清理。6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办联合稽查的时候，那发现说还是有一些部分没有改善，还有堆积的情形。那这个部分也一并移送检调来做处理。市府强调，针对不法绝对会严办。不过，居民认为，讲有咧办有咧查，为什么共一块地会一直互偷倒废土？到底是罚物件，还是有其他原因？因真正唔知。记者邝亚如、柯兆阳、高永昌报道。今日9月初10，是咱台湾戒毒戒严38档过57天的日子，也是咱台湾这戒严坐过戒严的日子。就有独立册店举办民主换日线的活动，帮提醒讲，咱台湾是一个真少年的民主国家，就算有中国的压力，咱嘛袂使惊翻头。10几个 NGO 团体车载讲做中原法规普渡的，毋是好兄弟，是过去台湾戒严38天来的创伤。台湾伫1987年7月19戒毒戒严，结束38年又过56天戒严的日子。也若对戒严算到今年的9月初10，台湾行伫民主的日子已经有38天，过57天戒严的日子就会坐过戒严。所以民间团体也对9月初9开始举办一系列的民主换日线活动。到明仔载开始，咱的自由民主的时间，较比过去迄个黑暗的戒严的时间过去一天。咱的民主其实搁较少年的。伊嘛有真侪的危机，伊嘛有真侪问题，咱嘛好好去听惜咱台湾民主的这个发展。主办单位倒wat册店也邀请学者来参加连续12点钟的讲座，做伙下过9月初10的民主换日线。现场要拄毕业的大学生以少年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伊讲，虽然伊出世是伫咧民主的时代，但是伊认为戒严时期的历史袂当因为时间过去就互人放袂记。就算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解严了，然后已经算是一个民主的时代，可是我觉得那个讨论的空间还是其实没有，就是讨论的空间还是不够舒适，让大家都愿意有勇气去讲这件事情。根据统计，伫戒严时期，台湾拢总有14万个无辜的受难者，3000多人互人判死刑。倒wat册店也表示，现主时的台湾是一个真少年的民主国家，未来的路阁真长。就算面对中国的压力，咱嘛唔通惊翻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为着要传承传统戏曲来培养少年辈演员，团艺中心有举办第9届成功新秀舞台，要让少年辈来做主角，中生代做配角，为少年演员铺路。伫台顶搬戏的是国立戏剧学院拄毕业的黄刘芬，这届伊参加团结中心举办的新秀舞台活动。团结中心让少年辈做主角，中生代做配角，让少年人一个机会。鼓励咱即马新的囡仔，就是讲你想要做演艺这件代志，其实你除了下苦心以外，过来就是讲，咱希望大家拢会当艺德双修，让咱的歌戏的境界更加提升。我以前拢用
嘴咧做戏，但是老师希望讲我会使用我的目睭去做戏，啊，带领到所有的观众朋友。十号小人发表来，小主主宰西路。另外一位廖君伟，伊即届特别转去故乡云林拿来找一位地方有名的布袋戏老师傅江英华，找伊学功夫。伊讲布袋戏伫爱随机应变，真侪老师傅伫台顶3、2句啊，就来一句好笑的客家话，甲大家人家笑嗨嗨。这款本事就是伊少年辈较欠缺的。咱戏当中讲出来口碑，无一定是讲较早老人的传来物件，老师傅当时嘛，家己创新，想2句、4句安尼斗做伙，啊，不哩好笑的。另外，新秀当中也有歌戏新一代苦段地温如，即届团结中心第9届新秀舞台，隆重培养出13位少年演员，为因创作舞台，互因扮演主角，希望因会当继续徛伫舞台顶传承传统的戏曲。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伫旧年有8000对的新人去遐登记结婚，因为伫哥本哈根无需要出示的证明，嘛毋免摕无结婚的证明，而且因个承认同婚。对波兰来的30岁新娘古亚温斯卡，甲伊的未婚夫摕着捧花来到哥本哈根市政厅的大礼堂，准备要完成2个人的终身大事。为什么千里迢迢走来丹麦结婚？古亚温斯卡讲，伫咧波兰结婚就要有双方的出生证明，不过伊的未婚夫是对哥伦比亚来，无这张证明，2个人订婚超过3年，抑阁无法度登记。要伫咧网络发现，伫丹麦结婚程序较简单。就找哥本哈根的代办业者，替因申请跨国伴侣结婚。Legally married。甲真侪国家复杂的结婚行政程序比起来，丹麦家庭法机构伫咧审核结婚登记时阵，一般是袂叫你提出生证明或者是无结婚的证明。而且丹麦伫咧2010年实施同性婚姻合法化，只要符合条件，新人也有有效的观光签证，过5天就能摕到结婚证书。所以愈来愈多无同国家的恋人加同志伴侣来遮结婚。敢若2024年哥本哈根就办差不多8000场婚礼，其中差不多5400对是对国外来。Right now,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and it's exceeding the actual number of available slots for getting married.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and looking into how can we go forward, but we need the politicians to discuss that, and that will be later this year. 因为对国外来新人愈来愈多，哥本哈根市政府计划自10月开始，替本国的伴侣保留4成的时段。市政府讲，希望和本地人甲来自世界各地的恋人伴侣，拢会当伫咧这座城市完成因心中的梦幻婚礼。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法国有一件青年国宝挂伫壁的毯仔，红讲是上界出名中世纪的艺术品。因为英国几若届想要借去展览，拢无成功。也毋过即马法国总算点头同意啊，明年秋天会去英国展出。看50公分，自头到尾有70公尺，那因行的就要行1分半钟，才法度行到前方。完成了到即马已经900多年的中世纪艺术作品。八叶挂毯虽然叫做挂毯，不过实际上是用羊毛刺绣的阿麻布，顶头的图是画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主，也就是历史上真有名的征服者威廉，伫咧希斯廷斯战役内面征服英格兰的过程。As a medieval document,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 show not just the battle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day, but also the way, you know, I think the tapestry depicts the way people lived. So as a historical source, it's a vital document. 史学家认为，八叶挂毯可能是公元1066年建立了无偌久制作，不过是昔人做的功法真多。伫咧瓦近代，英国8、3遍要甲法国招来展览，不过法国拢无答应，一直到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才伫咧迄年办的英法国峰会进行宣布，要甲八叶挂毯借予英国去展览。L'essentiel de la difficulté, ce sera de passer d'un plan vertical à un plan
horizontale. Et c'est cette manipulation, parce qu'elle c'est une œuvre textile et qu'elle fait 70 mètres de long, donc qu'il s'agit d'un objet de très grande dimension, c'est ce risque majeur pour lequel nous avons mis tout en œuvre pour assurer un conditionnement dans une mise en caisse. 毕业歌坛即马正伫咧进行典型专业的包款准备，按算2026年秋天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展出，2027年热天才个登去法国。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美国的德州有一间图书馆，最近因为收回来一本册，这本册借出去图书馆已经借82年啊。当年借册这个人是甲这本册早去墨西哥了后无形，尾也是借册这个人的孙发现这本册，赶紧提刑。若照理讲，借遮久爱罚大票48万，也毋过图书馆无甲罚，颠倒讲要甲这本册摕出来展出。这本伫咧图腾内面展示做看起纸拢黄去啊，顶头记录借出嘅日期1943年7月30。In June, we received a package in the mail here at the Central Library in our processing facility downstairs. And the person who received it immediately sent an email to me and a few other people on staff that we had received a book that had been checked out in 1943. 书内面还佫加一张批，写讲伊的阿嬷当年借这本请囡仔的资料就去墨西哥工作，过了82年，伊伫咧伊的老爸遗物内面看到这本书，内面还佫写着因家族甲这本书的故事。What I love about this particular book that was returned over 80 years after it was due is that the sender included a letter that tells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family, so that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this book came from and why it was so overdue. 写批人悄悄会写着，希望莫甲伊罚，因为因阿嬷已经无法度还钱啊。若是照迄当阵的规定，国家通膨率来算，过期的罚金可能超过16000美金，换算大票48万。图书馆也无甲因罚，因为图书馆即马已经取消罚金的规定。Of course, at the time that it was checked out, we did have a fine policy, but we eliminated that entirely in 2021 because we don't want anybody to ever feel like they shouldn't come to the library because they might owe a fine on an overdue book. 即马的金氏世界纪录，过去上久的借书的日期是伫剑桥大学1668年借出去，还回来时阵已经经过288天，创世界纪录。所以德州这本书借的日期是无够看，但是这本书即马做的状况正好，伫咧圣安东尼奥市中心图书馆展期结束了，将会提出来拍卖，拍卖钱会摕来做图书馆的基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关心天气，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